第15章，正税吏甲罪人，拢跟耶稣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人甲文士私下议论讲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搁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用譬如讲，恁中间一队有100只羊，失落一只。无将这99只放伫旷野，去找迄个失落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徛伫镜头顶，倒来到家内，就请朋友厝边来，对因讲：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恁甲我三甲欢喜。我甲恁讲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伫天顶也要安尼为伊欢喜，比较为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欢喜搁较大。也是一个富人人有10块银，若失落1块，减无点灯，摒扫厝内，详细一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，就请朋友厝边来，对因讲：我失落的迄1块银已经找着了，恁甲我三甲欢喜吧。我甲恁讲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伫上帝的使者面前，也是安尼为伊欢喜。耶稣阁讲，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囝对老爸讲：老爸，请你将我应该得的家业分予我。伊的老爸就将产业分予因。过了无偌久，细囝就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收扣起来，去远远的所在，伫遐出在意思放荡，浪费钱财。既然用尽一切所有的，搁拄着迄所在大饥荒，就艰苦起来。对安尼去倚靠迄所在的一个人，迄个人找伊到田里去饲猪，伊分袂得，摕猪所食的豆月充饥，也无人予伊。伊醒悟过来，就讲：我的爸有真多的请工人，美牛有剩，我反倒伫遮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到我的老爸迄位，向伊讲：老爸，我得罪天，搁得罪你，对担以后，我袂配得称做你的囝，将我当做一个请工吧。对安尼起来，去伊老爸迄位，3里还阁远，伊的老爸看见，就动诛心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连连甲伊亲嘴。囝讲：老爸，我得罪天，搁得罪你，对担以后，我袂配得称做你的囝。老爸却吩咐奴仆讲：将迄个上好的袍紧摕出来，甲伊穿，将手指挂伫伊的枕头仔顶，将鞋穿伫伊骹顶，将迄个肥牛仔牵来抬，咱通食啉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囝是死来搁活，是失落搁得着，因就快乐起来。迄时大囝拄拄伫田里，伊倒来，离家无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就叫一个仆人来，问是甚么事。奴仆讲：你的兄弟来了，你的老爸因为得着伊无灾无病的倒来，将肥的牛仔抬，大囝却受气，毋肯入去。伊的老爸就出来囥伊。伊对老爸讲：
我服侍你遮尼多年，从来无违背你的命令。你并无互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甲朋友相甲快乐。总是你这个囝，甲长期吞尽你的产业。伊一个来，你反倒为伊抬肥的牛仔。老爸对伊讲：囝，你常常甲我相甲伫咧，我一切所有的，拢是你的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来个活，失落个得着，所以咱理当欢喜快乐。